歡迎大家收睇威廉十大 My Top 10，承接住上次十大經典香港名校，我發現以下呢10間學府亦都好值得同大家 highlight 一下。呢10間中學響歷史、校風、成績、知名度以及係著名校友等各方面都相當出色及突出啦。要先旨聲明，有別於上次，今次係排名不分先後。你可能會問，咦，點解我讀嗰間中學唔入圍嘅？答案簡單，香港嘅名校真係有好多間嘅。呢方面要再次向香港教育界同仁致敬。第一間瑪利諾修院學校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MCS 響1925年，即係戰前創辦，最初係響尖沙咀。而家嗰間校舍古色古香，充滿咗學院歌德風格，係1936年建成噶。響2008年，呢間校舍成為香港嘅法定古蹟。講翻間校舍開幕嘅時候，係由時任港督黑德傑 Sir Andrew Collingwood 主持。打仗嗰陣，呢間校舍曾經成為日軍嘅醫院。MCS 著名嘅校友包括咗藝人孫軒、舞蹈家黃仁萬以及係影星關之琳等等。第二間英華書院及英華女學校，1843年由南洋遷移到香港嘅英華，係一間基督教學校，亦都係香港最早期創立嘅學校之一。而位於港島嘅英華女校係創建於1900年，兩間學校都係由倫敦傳道會創辦，兩校被視為兄弟姊妹校。出名嘅校友英華有梁錦松、許冠傑等等，英華女校就有張婉婷等等。英華女校我實記得㗎，因為佢同我間母校係響同一條街羅便臣道啊。第三間聖保羅書院，俗稱聖 Paul's Boys 嘅聖 Paul's College，1851年創校，係香港歷史最悠久嘅傳統英中名校之一。呢間基督教男校舊校舍現時係香港聖公會會督府。戰前聖 Paul's 曾經一度搬到去鐵崗，即係今日嘅紀念那里。戰後搬到般咸道現址。著名嘅校友眾多，包括貝聿銘啦、鄭丹瑞啦，以及係杜德偉、杜德志兩兄弟等等。第四間比利羅士女子中學，英文名比較難讀嘅 Baddeleyos Public School， 位於北角，係香港兩間官立女子中學之一。另一間就係何東中學。比利羅士1890年創校，個名係香港19世紀一位英籍猶太裔新商。間學校係佢出錢起，所以咪以佢命名咯，明解嘅。1965年11月，比利羅士由中環搬到去北角現址，由當時嘅港督戴麟趾爵士主持開幕禮。著名舊生繼有上等人梁順燕、Eason 太太徐浩瑩及前行政會議成員方黃吉文等等。第五間真光中學，真光1872年由美國長老會響廣州創立。1935年香港出現第一間真光，當時係一間小學。而家真光已經係發展到有4間中學，分別響大坑、九龍塘、油麻地及鴨脷洲。大坑道嗰間真光1950年由堅道搬到現址。傑出嘅真光校友繼有才女林燕妮、香港小姐謝玲以及係粵語片女星嘉玲等等。第六間協恩中學，龍普道聖公會協恩1936年創辦，培育全能學生，德智體群美靈6方發展，勁。我去過協恩1-2次，印象中覺得佢哋啲學生好活潑、好開朗、好聰明。協恩響九龍係一間著名嘅好學校。舊生方面繼有導演單慧珠、藝人鄧萃雯及佘詩曼等等。第7間嘉諾撒聖瑪麗書院，簡稱 SMCC 嘅聖 Mary's， 位於尖沙咀柯士甸道，1900年創辦。唔怪之得間校舍古色古香啦。佢嘅主樓部分以及係聖米高樓都已經係被列入歷史建築。我認識多位聖 Mary's 嘅舊生，佢哋稱之為聖 Marians， 都係好有學識，既有禮貌又好斯文。著名嘅校友包括80年代 TVB 藝人余文詩、鬼馬歌星仙杜拉以及係實力歌手陳潔靈等等。第8間聖保祿學校，聖 Paul's Convent 歷史悠久，1854年由法國傳道會創立，位於銅鑼灣禮頓道嘅校園有修院有 chapel。而家間校舍80年代重新裝修，響1981年完成。我預科嘅時候，即係1978年左右入過聖 Paul's Convent 2次，第2次仲俾我見到當時已經好紅嘅歌星露雲娜，佢嗰陣響聖 Paul's Convent 讀緊書㗎。
其他著名校友包括有車婉婉、何超瓊以及係粵語片影星鄭碧影等等。聖 Paul's Convent 嘅校服包埋黑白色嘅校鞋，其他學校邊有校鞋㗎？你話聖 Paul's Convent 幾架勢呢？第9間聖嘉勒女書院，位於西環尾摩星嶺嘅聖 Clare's Girls' School， 1927年創辦，除咗響九龍彌敦道㗎，頭嗰20幾年搬嚟搬去，戰後四圍揾地方建校舍，終於搬到現址。2002年《男人40》呢套電影就係響聖 Clare 取景，出名嘅舊生繼有丁瑩、黃仁曼及周秀娜等等。我對聖 Clare 嘅印象就係佢哋校服裙嗰個衫領上面嗰4粒鈕啊，整齊又好睇。第10間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SFCC St. Francis， 我中學嘅時候以紅十字會少年團嘅身份去過一次。佢哋1956年創辦嘅 Red Cross Youth Unit 係全港第一隊，真係威水啊！呢間1860年由意大利修女創辦嘅學校，一路都係響灣仔平民區服務失學兒童。校名最初係 St. Francis School， 到1953年先至正式用今日嘅名字。出名嘅校友繼有殷巧兒、余若薇同埋林鄭月娥等等。多謝你嘅收聽收睇 ，Please like and share。而到請留言分享你對香港嘅名校與非名校嘅意見，大家傾一傾啊！